好了，乡亲朋友，歇困过后啊，转到了福起来的节目嘅现场了吼。今日係拜二，好事生产线，来小介盤大家係當然是了解冬季吼好事嘅一條農產品。可能前2禮拜、前幾個禮拜來小介到嘅太天就係大家鐵天嘅鐵用嘅作物，所以咪有鄉親朋友來問飛前講，你下係冇小介農產品嘅係冇？唔咩啦，今邊咧吼，來到呢節目現場嘅呢個阿炳權啊，其實係透呢個花蓮吼來種一條，講到青菜呀吼，即個尤其嘅青菜，相當用要種到暗好，基本嘅種來留記哦，來長期來讓大家來做一個分享嘅。一下呢吼，然後轉到呢節目當中，頭先我有提到嘅就係一開始嘅下係種一個토마토啊吼，種토마토嘅下其實係慣性農法嘛吼，韓國唔用要種到暗好，都講大家都講奇怪，用要種到暗好啊吼，一條高牆啊吼，所以較簡單嘅老大家講下，你嘅種토마토嘅下甲種冇獨當任何嘅困難。種番茄來講，它可以說是所有作物裡面它的用藥可以是說前3高的。哦，對，按用品係。比如說像，因為它為什麼會前3高？因為它的時間很長，甚至要到第3個月，有時候冬天要3個月才能採收。那比如說其他的，還有人覺得什麼東西是比較多藥，像一些彩椒這種東西。對，應該食材凍漿嘅甜椒、彩椒。對，所以他們這些都比較怕病。對，所以它這些東西，它要種有機，其實有它的難度在。對，當然也不是說不可能。對，那其實番茄它最怕的東西就是雨水。新疆落雨，讀到雨嘅時節，佢就冇法度種唔起來咧。它的那個骨會整隻黑掉給你看。那你今天看到1隻，那明天可能會看到5隻。那開始它是比倍數成長還要快。比如說1分地300多坪，這邊有1500棵，它只需要3天就全部傳染到了，那全部都會掛掉。對，所以它的時間長，所以它的挑戰性很高。但是如果你一個環節不對的時候，就全部都要棄收、採收點，不能採收。對，所以在種植番茄的時候，其實我們剛開始在種植番茄的時候，是一個我們番茄班的班長教的。對，那他其實用藥其實很頻繁，7天到10天的時候，大約就會噴1次藥。對，那他在噴藥的時候，幾乎我們已經背成一種慣性的動作，在做背這個藥桶。那每天這樣噴啊，吼，那其實之後也會發現，其實接觸最大農藥的部分是農民。其實係講涉案到藥啊，農民起家來講吼，其實傷害係最大嘅。對。那所以之後也會發現說，奇怪，蚊蟲叮咬，以前好像3天就好，這一次怎麼要拖了5天，還是一樣種種？那可能也有關係啦，可能而已。對。那我們就覺得不以為意，所以我們也是繼續去種。那種植的時候，採收差不多花了3個月。那其實你算算看，7天到10天噴1次，其實它的好幾桶的藥已經進去了。對，雖然說那些的藥毒性都不是很高，對。但是我們在採收的時候，剛開始也是遇到非常好的價錢，對，也是遇到了這個市場的第一高價。那我們在種植這個東西的時候，當然很快樂嘛，剛開始種，就有這樣的好成果。但是農業它這種東西就是挑戰性很大，對。那比如說這個禮拜48塊，那只要經過2個禮拜之後，它的價錢就是可能剩下1公斤剩2塊。那一年的時候，大家也是很意外，就是說，它的價錢為什麼會從48塊掉到2塊？因為那一年的氣候，花蓮是特別的冷，所以它會變成說，這個拍賣員去市場去跟他做一個調查。最後才發現，台南的關田跟南投埔里是採用溫室，他們是穩定生產，那就一下子在台北這裡1天就有70噸的番茄在那裡消化不掉。所以都係你見到嘅產量當問題咯，也分擔一下嘅家私算起來含周圍的48億元，冇去叫做變到你講2億元。2億元。哇！要是在長東島咧，嗰時候給下大吉應該沒動態吼。你講而家見每現場其實沒有看到帶來嘅토마토토마토就老，你本來一開始嘅下講有先農藥嘅，都冇強用咧，一下嘅種法，含係就係算係
有机的种法嘞。有机的种法要做的种到安酱。刚才就是说到这个番茄它其实很怕水，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让它待在这个温室里面。那温室里面挡了雨之后，是大部分的水都不见了。那其实也不是说在温室就是无敌了，那它还会经过这个湿气会这样吹进来，那还是有可能会中。对，那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些矿物油，因为它是对人体没有害的。那矿物油下去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层薄膜，那它就是不会让它造成一种直接雨水病毒的侵入，对，那所以它这样就可以再更杜绝一些水汽的对它的侵害，对，那我们还会再用像一些菌类啊，白姜啊、木霉啊、枯草杆菌，去让它一种微生物的一种相互竞争的作用，对。所以它会让，就是有机的东西，它不能说你喷下去就是万灵丹，对，要这样一步一步的让它减少它的病虫害的风险。古时候也讲讲病虫害嘅一只防治来讲吼，都也讲种有机哦，没讲一下就做得成功，你要慢慢的吼。因去吃，因去看，最主要都係tomato嚟講嘅水分，唔好幫佢走落去，樣做唔會有安泰嘅問題，其他都係經驗嚟啦，一做講到tomato，一下嚟講都應該農場地包度tomato種有一道啊。剛開始我們農場種的tomato是種2分地啦，對，那現在我們的農場它是改做成差不多只種1分地的1/3而已，因為有機這種東西哈，剛開始我們在起步的時候就漸漸的會發現說，我的操作模式不能像以前這樣，我一次一個東西要種2分地。做唔得種到按度就錯咧，像做得一種就種一啲咧，唔好100種到多多，種到多多有一種風險就係一下冇睇全部就冇睇咧。對，也係。也除咗啲tomato以外啊，你都農場地包度啊，含油也係目前講一種嘅係種一啲嚟天天咯，表示講不要動多咯，品種嘅種類要動多，比如講現場看得到嘅有也個tomato啦，有青菜啊，有3公里嘅農場地包度也係種嘅也個青菜果子種類有幾多種咯？我們種的最大宗是現在改種最大宗是這個玉米包樹。那這個薄筍哈，它其實我們在市面上看到就有糯米的包筍，還有甜玉米這糯米嘅米絲嘛，食起來還個甜嘅，它現場其實有看到2種。那這2種主要是在市面上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對，那其實剛開始在種有機的時候，它的市場就是會分成說很細。那每個批發商他使用的東西也都不多。對，他可能只跟你叫個20-30公斤這樣而已，跟我們以前的2-3噸的產量是2個根本是要換腦袋了。對，所以那時候也會覺得很奇怪啊，但是就遇到了，只好繼續重新摸索了。那我們種有機的時候，就開始就會說啊，我這個種一點，那個種一點，但是管理很難。對，那其實有機好在是它的使用的這些防治的資材很普遍性都可以用，對，所以當然也是會有損耗啦。像我們這個薄樹啊，我們在台北這個花博這裡賣的時候，客人也會說，怎麼可能種那麼漂亮？一定要有蟲。對，我說我20隻丟1隻，我不可能帶來給你看吶。對，但是播一播，你就會看到那客人跳起來，就知道有蟲了。地包度還係有蟲誒。對，可能還是有，大家咁唔會有啦，冇可能講而種有機嘅完全都冇蟲。唔過種有機嘅都做得像一下現場一下看到嘅入包數啊，所以來按獎來講，是算成功嘅咩？就講做就是包數一下種，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我們現在現場看到這個樣子，算是以有機的方式來種植，算是成功的。這樣子長這樣子就算不錯了。對，那其實跟市面上的其實不相上下。對，那我們也是在這個部分，我們種植的時候也是主要是玉米螟這種東西它屬於一種軟體類的昆蟲，所以我們要主要是這個地方的時候是用這個蘇力菌去跟它做防治。那很多人會問蘇力菌對人體沒有害嗎？它就是說這個蘇力菌這種東西它是一種
碱性蛋白，对，所以它对昆虫的胃它是碱性的，所以它会造成它脱水死亡。对，人的胃酸是酸性的，所以它会破坏这种碱性的蛋白，所以连反应的机会都不可能。对，安阳型，古时候呢，因讲到油鸡啊，吼，就系用安阳嘅一张方式来做一张缝制啦，吼，缝制做到好，吼，对个因讲一条虫诶有影响，不过对人体来讲就冇影响，系安阳嘅一个意思啦，吼。好，再过来，除了一个保守喺你都一下综合度嘅，吼，玉米是你们现在种比较多的，还有其他的呢？比较特别的，我们种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瓜类哦，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下面看到这个节瓜哈，它是黄色的，呀，唔系台湾的呢，哎，这个是意大利的，对。那我们刚开始在种有机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说我要种哪一个东西，大家才喜欢，所谓的张不会来买啦，对，那我们种下去的时候，刚开始这个东西也是农友推荐我去种，对，那。这个东西它的价钱，如果在拍卖市场上来讲，它是一个大好大坏的。安阳型，它甚至有时候1公斤可以喊到800，夏天的时候，但是有时候1公斤喊到40几块而已。安阳型，吼，也做因讲节瓜的部分，吼，韩国头先方面吼，其实也哈看到嘅，也做系一般的小黄瓜，吼，也做系诶 tomato 也得，吼，头先还有看到一种诶南瓜，长长诶，栗子南瓜，栗子南瓜，苦梨。蒙普啦，吼，也个因讲到蒙瓜吼，也系就当中就是因讲8种按太甜甜的，对，也系细扎，对，也品种就会按细扎，对，栗子南瓜它其实基本上分成也好几种，那主要它就是吃起来松，有一个栗子香味，它不需要调味料，对，那这个东西它主要是在北海道那边引进来的一个种子。那其实它种子1颗就将近10块钱，跟我们一般的台湾的蒙普哦，其实差很多。我们台湾的蒙普差不多1颗3、4块就有了。那有的客人呢，他就会反映说，哦，你这个库里这个蒙普啊，哦，怎么那么贵？1斤卖到80，啊，我那个台湾的这个蒙普就还便宜的哎。对啊，1颗30块，啊，1颗称起来160、170的，他说怎么会对？好，你讲到也哈提到，其实就係你讲市場嘅接受度相當樣嘅，有啲人咪出到按貴啊，按用愛買呢，唔過你講真實咧，佢就會較少啲嘅嗬。我做馬家也咪一定重，即係講一定重要啦嗬。所以咧，人還有呢度嘅哦，詳細故事，我來手機本大家，還有呢度嘅故事，我來老大家來分享咧，成都有必要去看下，聊下來，家下爭個繼續留人嘅病菌來打咗個。